研判研究一下。不是这个事情，不是研不研判的问题。国务院的9不准第1条就是低风险小区不可以封控，所以你们研判的结果是要违法是吗？你们研判的结果是现在没有结果，我们先不论。国务院的对，我就问，就你把这个解释清楚，就把这个女士说的是解释清楚了。她有相关的政策条文，你把这你现在，行，你的诉求我们都记下来了，你别记下来，你得给我解决呀。先违反国务院的条例了，懂吗？这是很大的事儿。就是说，他2个人的诉求，我不，你用什么东西记下来的？你录了音，你拿了笔，这个你还是干是什么？对，这个你说记下来。你看啊，这事儿是这样，现在有违法事件，我不知道你们接不接警，因为这女士说的，我根本不看那些条文，我这3年我都是该怎么过怎么过的。但是这女士说的，既然她这儿有法律条文，她这说的对不对？你先告诉我呢？没有，我不可能没做出条条。不是可能没可能，你就是没做好。是。再一个，我问你，你封这个的法律依据在哪儿？你依据哪条封的这个小区？告诉大家，你说，你告诉大家，你依据哪条法律可以封我们小区3天不让出？4天，4到28号。是啊，这个的话主要是我们根据周边的形势和上级的这个疫情部门的研判。听一下，对不起，上级是谁？告诉我名字，也像我刚才问您，你告诉我上级谁通知你这么干？文件在哪？20条的文件没有文件，听见了吗？20条没有文件啊！目前没有。你封我小区没有文件，我没有义务配合你，没有文件，不符合法律流程。我为什么要配合你？警官懂法的过来说一下，他没有文件，我到底有义务配合吗？你有什么权利封这小区？我没有权利。对，你没有权利。你说的好，你说的好，你没有权利。但是我别但是了，你没有权利。我有义务。就这句话就够了，你没有义务。别动手！解封！尽量做到足不出户。我希望咱们相互配合。可以。倡议是吧？倡议对。然后听我说，如果咱们真的有极特殊情况，比如我要上班，我要求医问药，我要去考试，这些东西，咱们可以自由出行。好。但是我希望咱们大家相互理解，做个备案。好吗？好。哎，我为什么要备案啊？为什么要备案？不可以。为什么要备案啊？我想去哪儿还跟你们备案干嘛？我去哪儿我妈都管不着，你管得着啊？为什么要备案？这是我自己的家。为什么要备案啊？我持核酸阴性可以吗？好不好？扫码可以啊。只扫码。首先，咱要遵照咱们现在的核酸的时限。第一，第二，扫码，好吧？好。工作，好不好？好。我现在就是希望大家，咱们就是社区撤掉文件。大家录下来。铁丝是不是得撤了呀？好吧。好，您听没说？社区再发一个文件，后续我们把我们相应的工作我们去做。那还是不撤嘛？那居委会还是不撤嘛？居委会告诉你们，新的文件撤销，只进不出的文件需要撤销。所以我们现在就可以撤。我们自主，尊重你的走脑是吧？你看我们是不是只要扫码就可以进出小区？对，好。但是我希望大家一定要配合好社区。群里的邻居们注意啊，想看热闹的啊，我现在是在北门啊，我们这儿有一哥们儿跟我一块儿啊，在这儿守着这门呢，不让人家放下来。现在大家随便进随便出啊，你们不是有看热闹的吗？啊，我来了。我不是守这门，我就说一下啊，刚才这个杆儿啊，把我肩膀碰了啊，我呀疼的呀，我离不开地儿了。哎，所以呢，造成这杆儿也放不下来。我可不是捣乱的。好，但是呢，我跟龙城的邻居啊说一下啊，你们啊有点骨气，
你自己的房子、自己的家，想进就进，想出就出，这是正常人的权利。啊，我就这几句话。说得好，自己想去。终于找着一个爷们儿了，今天。好，大家看看啊，李银白发的。